人总要咽下一些委屈，然后一字不提地擦干眼泪，继续向前走。这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没有人能像白纸一样没有故事，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些沈重或者轻飘的过往，而这些过往构成了成长的代价，让我们在一次次的变故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样子。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世界似乎很简单，喜欢就是笑，不满就是哭，没有复杂的情绪掺杂其中。我们拥有纯真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，认为世界是安全的、美好的。然而，随着岁月流转，现实渐渐撕开了那层温柔的面纱，露出它真实的一面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生活并非永远公平，事情也并不总能按照我们的心愿发展。于是，我们学会了在委屈中成长，学会了忍耐与适应，学会了面对现实，而这些学会的过程，就是成长的代价。有时候，某些事情的发生，会让人无法再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自己和世界。一次友情的背叛，一次梦想的破灭，甚至一次对自己的深深怀疑，都可能改变我们的性格。人确实会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，悄悄换了一种性格。曾经无忧无虑的我们，可能变得更加谨慎；曾经天真烂漫的我们，可能变得更加现实。这并不是坏事，这是我们对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反应。在成长的旅途中，我们告别了从前的自己，但也因此拥有了更加坚韧的内心。成长并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过程，而是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旅程。在这场旅程中，我们需要付出代价，放弃一些东西，甚至包括我们最真实的部分。时间是最公正的见证者，它会让我们看清楚哪些人会陪着我们一路走下去，哪些人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。每一次分别，每一段结束，都会让我们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，但也让我们懂得了珍惜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失去纯真，但我们获得了成熟；可能会失去一段友情，但我们学会了分辨真假；可能会失去一份梦想，但我们找到了另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。失去与得到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成长的两个面向。失去让我们学会珍惜，而得到让我们学会感恩。时间是一位无声的老师，他不会告诉我们哪条路是正确的，也不会主动揭示人心的真相，但他会通过我们的经历，让我们逐渐明白。不经一事，不懂一人。这句话深刻地说明要经历的重要性。每一次挫折，每一场失败，都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记，而这些印记构成了我们成长的纹理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怀念过去的自己，怀念那个单纯的、不知世事艰难的年少时光。然而，成长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自己在变化中的模样，并在这样的模样中找到新的方向。我们会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自己越来越懂得取舍，越来越能够在嘈杂中找到内心的平静。成长也带来了一种新的能力，那就是面对梦想的勇气。在过去，我们可能对未来抱有无限憧憬，却未必真正理解梦想的重量。随着成长，我们越来越清楚，梦想不仅需要激情，更需要坚持与付出。成长的代价或许让我们感到痛苦，但它也给了我们更加清晰的目标，让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更加坚定。在追逐梦想的日子里，我们会遇到更多挑战，也会经历更多失落。但正是这些挑战与失落，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成功的瞬间。成长教会了我们如何承受压力，如何在逆境中找到突破口，如何在困难中保持希望。这些能力都是我们在失去中获得的财富。当我们回首过往的时候，或许会惊讶于自己的变化。那个曾经以为永远无法跨过的坎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那些曾经以为无法忘记的痛苦，如今已经变得模糊。成长让我们学会了释怀，让我们懂得了时间的力量。然而，成长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所有的初心。初心是一种内心的坚持，是我们在变化中保持自我的一种方式。虽然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原有的天真与热情，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保留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美好的向往，对未来的期待。成长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冷漠的人，而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更加理性、更加成熟，但依然保有温度的人。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成长路上承担着属于自己的代价，这些代价或许看似沉重，但它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生活的真谛。每一次失去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，每一场变故
都是一次自我重塑的机会。成长的代价虽然让我们告别了过去的某些部分，但也让我们迈向了更宽广的未来。人生就像一场旅程，我们在旅途中遇见不同的人，经历不同的事，感受不同的风景。成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适应、不断调整、不断前进。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痛苦与迷茫，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、更加成熟。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要成长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成长。是埋怨现实的不公，还是坦然接受挑战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当我们选择坦然面对时，就会发现，成长虽然有代价，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。这些可能性，或许正是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原因。成长的代价是失去，但成长的获得却远比失去更为珍贵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学会了承受，学会了放下，也学会了前行。我们不再是那张白纸，但我们的故事却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